自后2024年1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选前时刻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出埃及记第7章第80到25节。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：埃及王若甲恁讲行一件奇事来看卖咧，你着叫阿伦甲伊的管仔等伫埃及王的面前，管仔会变做蛇。摩西甲阿伦入去见埃及王，照上主的吩咐做。阿伦将伊的管仔迄伫埃及王甲伊的人神的面前，管仔就变做蛇。埃及王就调有智慧的人甲法师来，这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。因逐人将管仔ฮ็落去，管仔拢变做蛇，毋过阿伦的管仔吞食因的管仔。这是埃及王的心意，毋听因的话，拄拄照上主讲的。上主对摩西讲：埃及王的心固执，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。明仔早起，埃及王会去尼罗河，你着举迄支捌变做蛇的管仔伫河边等伊。你着对伊讲：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派我来对你讲，着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去旷野敬拜我。毋过到今你拢毋听。上主安尼讲：我要用我的管仔拍尼罗河的河水，水会变做血，安尼你就会知我是上主。河里的鱼会死，水会臭，埃及人袂当搁啉尼罗河的水。上主搁对摩西讲：你着甲阿伦讲，举你的管仔记埃及的河甲溪、水池甲蓄水池，互所有的水拢变做血。埃及全地连水桶甲石甕的水嘛拢变做血。摩西甲阿伦照上主的命令去做。阿伦伫埃及王甲伊的人神面前，举管仔拍尼罗河的水，河里的水拢变做血。河里的鱼拢死，河水生臭味，埃及人袂当啉河里的水，埃及全地拢有血。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。埃及王的心意毋听摩西甲阿伦，拄拄照上主讲的。埃及王倒转去王宫，无将这个事藏伫心内。所有的埃及人伫尼罗河河边乌窟仔找水啉，因为河的水袂啉得。上主拍尼罗河了后，这个灾难继续7日。选前时刻，管仔伫古代世界是权力的象征。当摩西和阿伦到埃及王面前，王挑战因显神力来证明家己，所以阿伦迄管仔伫涂骹，管仔变做蛇。虽然埃及的术士也会当行法术，互管仔变蛇，毋过阿伦的管仔吞食因的管仔。埃及王的冠冕顶面有一身目镜蛇像，称作乌拉乌斯，因为安尼阿伦这个神力有特别的意涵，显示埃及王的权势是伫上帝的掌管下面。尼罗河是埃及人主要用水来源，因为安尼因对河神心存感恩。上主吩咐摩西，隔日埃及王去尼罗河时，爱去见伊，搁甲
迄支变做蛇的管仔大去。新学家猜测，这应该是每年日落河泛滥，埃及人举行感恩祭神大典的时，埃及王就是祭祀大典的主持人。这当然是摩西恩王甲众人宣告的大好时机。上主安尼讲：我用我的管仔拍尼罗河的河水，水会变做血。安尼你就会知我是上主。今仔学者认为，尼罗河的水变做血，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。每年的8月，尼罗河涨到高潮了后，会结带上游红土，互河面充满大量微生物甲霾菌，河水会变做暗红色，甚至透死水面的鱼虾。伫即种情况下，尼罗河就变甲雾的无法度饮用。若是国王的巫师为着显出家己的力量，也将水变做血，反转甲动即个灾难。就算亲眼目睹灾情，埃及王也心硬无变，家己做伊转去王宫，毋愿听见人民的哭求，佫显出独裁者毋顾苍生的心态。这个灾祸打击埃及人的生活，也显明有一位上帝，伊的权能比尼罗河神佫较强大，伊才是决定人存活的主。这佫较是关键的时刻，当执政者心硬，干那看重家己的权位甲民主，听袂见上帝的声音和人民的哀哭，伊要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。王的心硬，干那会带互人民更大的痛苦。美国艺术家托马斯·里亚伫2000的年时，画作中间甲1944年伫北流岛的战役描述出来，呈现军人因为战争摧残，显出空洞的眼神。这互人明白，无论安怎，战争就是地狱。咱无应该干那看见遐个独裁者的战果有偌成功。实际上，艺术家要互咱看见的是战场上士兵空洞的眼神，迄个眼神露出受创、痛苦、恐怖的真相。伫乌俄战争、以巴冲突和台海情势高涨的时刻，咱袂当美化战争，总是当敌人步步进逼，互两国之间情势紧张，咱也无法度逃避。因为安尼，咱应该为冲突的两国掌权者祈祷，恳求上帝怜悯，互因无心硬，莫互宣战时刻来到，莫互人民受苦痛。默想，对我来讲，战争是甚物？我捌为甚物代志向人宣战？对我来讲，战争是甚物？我捌为着甚物代志向人宣战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我要为台湾大选来祈祷，求你互人民选贤与能，引带台湾继续行伫自由民主、公义和平之路，也愿你互各国领袖有怜悯的心，互人民会当得到自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